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6日央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中国透早发射一粒气象卫星，佮画出禁航区，火箭天片落伫咱北部的外海，对咱的国土安全无任何影响。台海局势紧张，根据美国媒体的民调，若中国真正拍台湾，有超过一半美国人会支持美国防卫台湾。台铁自强号车厢内底出现大量的水虾，旅客是惊甲唔惊离开座轨，学者表示这是好拄过正常的现象，免惊吓。新闻一开始来看，中国今仔日透早发射一粒气象卫星，而且伫台湾的北部外海画出禁航区。国防部表示，部分的中国火箭天片是落伫咱北部的外海经过区，对咱的国土安全无造成任何影响。学者分析，因为安全的顾虑会画出禁航区是正常的。不过，中国宣布的时机敏感，其实这就是咧操作，要试探附近国家的底线，要拢同清军，好达成伊的目的。中国头一粒低角度轨道降水测量卫星“风云3号”之星，即当前4号以运载火箭16早起9点36分，伫甘肃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内发射。途中伫中国内陆划定2个禁航区，不过上受注意的是第3个禁航区位伫台湾北部外海。咱国防部强调，火箭发射状况拢有掌握。部分火箭残骸坠落在台湾北部外海的警示区，对我国土安全没有造成影响。学者分析，火箭发射本来就有太空本色落来，尤其这摆第3个禁航区是伫个国际真无用的海空域。按照这个火箭设计，有可能是第3只火箭，也是整流道。由火箭出来物件有危险的顾虑，画设禁航区是正常的。不过宣布时间点较敏感，加上禁航区时间对原先的3天变做27分钟，搁改做6点钟，因看做作战环境的操作，伫试验周边国家的限度。中国跟俄罗斯这一类的独裁国家，他们非常喜欢用这种手段去挑战对手，那去制造对方的压力，会采取一种所谓叫切香肠战术，就是很初步的行为。然后如果你没有回应，我就再往前再切一块，温水煮青蛙、蚕食鲸吞的方式，去达成他原本要的目的。学者认为，要来阻止中国作战环境的操作，第一时间就要来回应，甚至在联手周边的区域国家甲欧美，都有针对中国来发出抗议，和中国连一步都唔敢超过。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发射气象卫星伫咱北部的海空画出禁航区，禁止的时间拢总27分钟久。桃园机场拢总有33座机班受到影响，为了要驶过这禁航区，改走这替代路线，这平均一抓大概加驶5到10分钟的远路。中国风云3号之星9点36分成功发射成功，按过飞行轨道通过台湾北部外海上空。中国环台军演则结束，各地台湾北平差不多85海里海空域为设禁航区，禁航时间为早起9点30分到9点57分，全程27分钟。洲际出境大厅航班时间表9点到9点半的班机，除了一班乐桃航空航班，该时间其他拢正常时间定期起飞。大部分准备出国佚佗的游客心情也无受影响，就没有特别反应，对，就是一般的感觉，就是一般会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民航局统计，16早起9点到10点受禁航影响航班有33班，改由替代航路飞行，比原航路加5到10分钟。航行警告禁航依然有6点钟。交通部指出，这是因为海上需要清理火箭残骸时间。就这些东西掉到海上之后，掉在哪一个地方，对航行的安全影响，它需要时间去处理。不过，海巡透早发现有3只渔船无设置误入禁区，就惊危险，马上通报电台广播，提醒赶紧离开。突击运行禁航区，有留有天气会做必要的调度甲运行，好加在航班起降正常。国防部强调，火箭残骸无对咱国土安全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内蒙的火烧山，德国打是已经烧5天，已经烧掉284公顷，这么快。因为边啊就是国军的火药库，空勤直升机是一直咧来回拍火，就连市区的消防队拢调去支援，望甲这野火赶紧甲灭掉。
日军航铁部运输直升机出动吊挂水源空中拍火，空勤直升机连续4天支援，已经放103摆206吨的水。高雄内门大火炭烧甲10已经是第5天，火势影响部分的客家，离只剩50到100公尺。台铁路遮，遐差不多40-50块的机民啦。我这几天啊，逐天拢会伫遐，拢伫遐看，有烧甲水啊落来。公众有几号？风险无风险，要撤离无撤离，消防局你就爱先通知啦。市府紧急成立在海应变中心，市长陈其迈亲身去联合指挥所做状况。顶礼拜三，北军团电台营区后边顶拿发生火灾，虽然拍火控制，暗过野火炭烧内门甲三林区阵地，出动全高雄市消防员拍火，暗过也引起市区消防员质疑。以前山火大部分用手势建设亲像乌防火河沟来省尽力。为了民众的这些财产。包含经济作物，还有他们的房舍，所以我们都做在那些点都要先做一个预防性的部署。因为高雄真久不落雨，大数市顶拿经过风一吹，火点4个线，地势搁悬悬低低攀救灾，烧差不多284公顷，目前在进行残火处理。除了消防局派166车、429人，二小156人，林务局动员190人，加军方278人，陆空共报导致防止火势传开。记者综合报道。方面影响部分的县市，昨拢落大雨，多民众坐代替的自强号，对花莲要去志学站的时，车厢内底出现大量的水堑，还是行家拢唔敢离去坐轨。学者表示，当年4月至6月是大水堑生团期间，因为雨拄过，才拢飞出来。虽然看起来真大只，小可恐怖，不过对咱人是无影响，唔免伤过惊吓。真侪大水网一直都乱飞，也一直弄这自动门。这是代替自强号434班次，有民众昨午暗时6点半对花莲站出发，无想伫志学站其实拄到这种唔捌看到情形，有时赶紧甲翕起来。我左边2位乘客在睡觉以外，其实乘客都已经有在拍摄啊，然后就是蛮惊讶的，因为前后都是蚂蚁，那这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它每一年季节差不多都会这样。民众看到地有惊一个，因为除了自动门，车厢正边倒边的玻璃门外口也拢是真侪大水网，就连地板也落真侪大水网伫遐，互真侪要落车人客唔知要安怎过。代替接到通知了后，请清洁人员赶紧处理。在自学站交会列车，那时候好大雨，所以说有很多的飞蚁。那在还没有到玉里之前，那个飞蚁都已经掉下来了。我们的清洁工呢，就是马上就把它处理掉。在4月跟6月之间，它就是会飞出来交配嘛，傍晚可能6点、7点、8点。在这个时间是高峰，它没有趋光性。学者讲，将大水网会互灯光来吸引，定日落雨时飞出来。每年4月到6月是因的探星的季节，虽然体型有较大只，不过对人体无害，民众唔免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罗西亚这几天是佮继续发动空袭，是要紧夺下战略关键所在巴赫姆特。罗西亚国防部是表示，即马是佮在成功攻占巴赫姆特的两个休息。乌克兰方面是继续佮加强哪吒飞弹的能力，等待西方的武器若到位，准备要春天大反击。市区的建筑物互炸甲大乌，我的所在看到乌烟一直升起来。俄罗斯国防部昨午宣布，用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已经攻下巴赫姆特两个所在。外国媒体讲，瓦格纳集团对去年热天开始继续进攻位于顿内茨克的巴赫姆特，是俄罗斯甲乌克兰双方拍甲上久、战况上惨重的地区。英国情报指出，俄军过去2天的连续攻势，已经逼得部分区域的乌克兰军队先撤退。В ходе акт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штурмовые отряды «Вагнер» успешно продвинулись вперед, овладев 2 кварталами на северной и южной окраинах города. 位于巴赫姆特西北方45公里的社区斯拉夫扬斯克，相关遭到俄军连续空袭，造成11人死亡、21人受伤，死者包含这2岁大囡仔。ТС-300 по житлових кварталах, по звичайній цивільній забудові. Під завалами є люди. 乌克兰士兵即阵正伫赶紧训练，准备要登去进行计划中的春季大反攻。而乌克兰军队也伫等待西方国家提供爱国者飞弹，并且加强飞弹炸落能力。
Ну там трошки інакша обстановка. Там треба постійно прислухатись, чи немає в небі безпілотників, прислухатись до кожного виходу.战士较冷战的时阵，驻守边境的乌克兰士兵以原提棒加彩两斗阵渡过复活节为战士来祈祷。俄羅斯东正教會是成員互趕出來烏克蘭東正教會分支，這烏克蘭教會被懷疑暗中支持俄羅斯，互基輔當局趕出來，並且互其他教會撤掛。公視新聞梁眼編譯。美國甲菲律賓即馬是當咧聯合演習，菲律賓是閣增加4個戰略據點，開放美軍來建設使用。這是引起中國駐菲大使不滿，佮暗示講佇台灣的移港安全恐驚因為安尼受到牽連。另外，華盛頓郵報嘛報道，美國國防部嘛評估台灣真可能會受到中國空襲，上無都要有在調動甲美軍到位來支援。有專家就分析，兩方若發生衝突，這公權會是關鍵，加強抗防的能力是咱即馬上要緊愛做的代志。美菲年度聯合演習在進行，加上菲律賓要增加4個戰略據點，開放美軍建設權限，其中3個接近台灣。被解讀美菲聯手抗中，因應強軍強台意味真高。中國駐菲大使黃啟連就批評美國想要借菲國提供的新據點干涉台海局勢，可暗示佇台灣的飛機路港安全可能有隱憂。The Philippines is advised to unequivocally oppose Taiwan independence rather than stoking the fire by offering the U.S. access to the military bases near the Taiwan Strait if you care about the 150,000 overseas foreign workers. 对于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以在台非籍移工要挟菲国政府操作台湾议题，制造恐慌，并企图掩盖中国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种种谬论，外交部予以严正驳斥。菲律賓國家安全會議發表聲明，反對北京利用飛機路港製造驚嚇加恐嚇。陽光部建議放棄武力還台。華盛頓郵報報道，根據外泄的五角大廈評估，台灣真簡單會予中國空襲。美方專家閣表示，台灣愛支持一段時間，和美國應派遣長期武力到戰場。軍事專家分析，那兩方發生衝突，這空權是關鍵，加強優化空控能力是較重要的代誌。沒有空權就沒有海優，沒有海優，它的2棲後續的登陸作戰會非常的容易。所以只要掌握空權，空權就制空跟防空。中原天前會目前空軍飛行員真正有緣無夠，愛惜華強化輕優秀人才回流甲培養。另外，戰略保存部分愛加強機庫基本的控制能力，加增加戰備跑道。若凡係機場受攻擊無法度使用時陣，要個應急用的跑道，和飛行機起降維持作戰能力。記者綜合報道。台海局勢緊張，到美國新聞週刊民調，有超過一半美國人表示，若是中國真正拍台灣，因會支持美國甲民國來防衛台灣。有學者認為，這表示台灣已經甲世界愈行愈遠，現此時是無任何國家會當犧牲台灣。台灣的問題，也就是世界問題。美中對峙，美國國務卿布林肯4月14到16訪問越南，期間甲越南總理范明政、越共總書記阮富中這官員會晤，發展朋友，對抗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布林肯講，希望越南甲美國的關係能升級。We're advancing together a free, open, connected, prosperous, secure, and resilient Indo-Pacific region. 台海局勢緊張，美國新聞週刊上新的調查顯示，超過一半受訪美國民眾表示支持美國甲民國在中國入侵時防衛台灣。而在法國總統馬克宏的台海言論引發爭議了後，台法的關係唔但無受到影響，所以法國國會議員團連續來訪問台灣，用行動支持台灣。德國對中國立場也轉強硬，在中信審查中灣集團入股漢堡碼頭了後，願意甲中資按時半導體對政府的補助名單剔除。美國民眾對於台灣問題高度的支持跟共識的趨勢跟態度越來越明顯，我相信這個過半支持未來只會不斷的在成長。台灣有事，美日有事，台灣有事，現在連歐洲都有事，台灣的問題已經是全世界的一個問題哦。學者認為，台灣甲世界已經緊密來連結，無任何國家會使放鬆台灣。而國防部16公布，對15早起6點到16早起6點，查到共機15架次，中共軍艦4架次，繼續在台海周邊地活動。其中中共軍機4架次進入西南甲東南空域，國軍繼續嚴密地監控。
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4年的大选，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是去到宜兰县信赖台湾自由会成立大会，伊嘛强调和平毋是靠九二共识，台湾袂当阁行唔着路。也若拿赢立委人选侯友宜，伊是摕马拉松来做例，讲一个团队乃当做伙走，就当走愈久、走愈远、愈进步。2023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比赛开始，800支头市府拢组队参加。不过，那赢2024总统竞选还未决定，引起基层焦虑。国民党秘书长王建廷表示，明年大选新北市长侯友宜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上实力的两个人。个人跟团队是这样看啊，就像我们铁道马拉松一样，一个人跑也许跑得快一点，但是团队一起跑会跑得更久、更远，跑得更好。那我们也会持续的跟郭董保持联系，团结所有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团结胜选啊，多争取朋友，少制造敌人。侯友宜甲郭台铭拢被看作可能代表国民党出选的结盟竞选。在结束日本访问回来，郭台铭也有高摆子有上新的水平，另也是启动陆战。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这个第一站造势为本命区台南出发，16个去宜兰成立信赖台湾自由会分会。致辞的时阵强调，和平毋是靠九二共识，台湾免选唔着路。和平毋是靠接受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台湾人民嘛无接受。暂时表面的和平，这是假和平，毋是真正和平。赖清德真正也算是明年选战两大目标，就是总统关票当选甲国会单独过半。针对最近有学者提出反战联署，赖清德表示，青绿国才有资格反战，台湾是比青绿国唯一目标就是反起了保和平。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开在1亿打造的新大马轮，今日给人港举办开航的典礼。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陈建仁等人拢去参加。蔡英文表示，改善马祖的交通一直拢是政府重要的任务。新大马轮唔但会当方便马祖乡亲的往来，嘛欢迎国内外观光客会当坐大马轮到马祖来观光佚佗。年开11.4亿打造的新大马轮，在16摆子正式启航，未来加速往返台湾甲马祖之间重要航道。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陈建仁等人也特别去基隆港西二码头参加首航典礼，佮送象征平安幸福的平安板给船长。我们会继续投入资源，强化马祖的各项基础建设及措施，以提升马祖整体观光景点的规划。交通部表示，这只若被配色柑仔色几号线条设计新大马轮，全长101.5公尺，总吨数差不多5400吨，载客量642人，也佮同时用载45台小客车加4个自车冷藏冷冻柜，延缓将马祖离岛乡亲车水果菜色又惊托运这需求。我觉得它的最大的改变是从传统的以前是印阿兵哥开始的。这个交通船，那现在变成一个交通跟观光两个功能哈。为了要振兴观光呢，我们也编列了53亿的预算来补助哈，所以希望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国际观光客来到台湾。我们也希望我们妈祖呢能够让这些观光客到马祖去看那里美丽的风景。交通部强调，新大马轮是台湾第一只有完善无障碍设施的客轮，正适合老人、家己赛车、甲脚踏车、集团旅游等海上观光旅游。旧的大马之星已经38年，为6月开始，新大马轮会代替大马之星，将做马祖离岛观光运输的主力。记者综合报道。合欢山是台湾真出名的高山景点，尤其是一定要加写舞岭迄块牌仔做伙翕相，才会当讲算是真正有来过。但为着要消透这游览的车流，公路总局伫舞岭2边出入口拢采一组全台湾骑相关的车红灯，近期已经启用，若个冲红灯者，上当就要甲你罚到5000。红灯道起来展开单向通行管制，要等对向大货车来回车。关3275公尺合欢山舞岭地区是全台公路上关的所在，正最近启用一组青红灯，引发注意。
往山上走的地方在31K， 那往山下走的地方大概是在31K400，就是武岭这个位置啊，各设置一支红绿灯去做管制啦，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路口号志，所以如果有违规的话，就会按照那个道交条例去做一个处置这样。不要连前啊，往前，慢慢的往前，因为他们不好，配合一下。合欢山看日出，天星也在赏花甲看雪，部分四季拢有真侪游客来，车侪山区定来真塞。尤其是武岭停车场头前的路口上位，车侪塌掉咧，就要请警察来管制。公路总局讲，因为当地属太鲁阁国家公园，路无多来分看，所以讲决定伫武岭路口两边设置青红灯，降低警察特群的负担。武岭公路段在武岭仔口路段两端设有简易的红绿灯，单车流量多时，易造成会车困难。现场民警立即启动红绿灯，实施单向通行管制。这座全台湾上悬的青红灯启用了后，警方讲毋是规工来运作，而是看车流机动来控制这灯号。不过灯倒起来时阵，就是正式的交通号志。开车的人抢红灯的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应处100到5000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东北风减弱，气象局表示，一直到拜二正前，全台湾拢是好天烧热，各地高温会升到30度左右。南部较晏山区的所在，可能会落到33度以上。不过拜三就搁要变天，有一阵锋面要来，使到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趁日头出来，未少人把握好天气出门行行。气象局表示，16拜日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北部甲东北部天气较温暖。今日透早气温偏凉，此时气温回升真紧，一直到18拜日，全台拢是好天真热的天气形态。各地高温差不多30度，南部接近山区有33度以上。高温呢，都是在16号到18号这个时候都可能会超过30度以上。那刚刚有提到过，在南部的近山区的河谷的部分的话，也有可能接近到33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到19拜三，还有一波锋面要来，水汽增加。23拜四锋面通过台湾，到时阵全台拢落雨机会，主要落雨伫西部山区。会出现地降准雨或者是雷雨。全台都有降雨的趋势来看，其实它就是影响的范围会比上一波可能看起来是比较大一些。以目前的资料来说，那在山区的降雨呢，也可以比前几次的锋面影响呢，可能会再更明显一点点。气象局表示，虽然欧洲天气预报中心预测拜三这一波锋面是台湾入春以来上强一波春雨，不过为卫星温度观测，只有中南部山区落雨机会较大，对南部欠水是有点仔帮助，不过也无到解喙大的程度。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各地头天气。北部地区19度至32度，中部地区19度至32度，南部地区21度至33度，东部地区19度至29度。广岛地区17度至29度，各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AM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
了。